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 William 為大家介紹一個將軍澳嘅單位俾大家。以下落嚟帶大家睇睇呢個單位啦。Hello， 呢個單位一入門口呢，首先到我哋個廚房，廚房都幾闊落嘅，台面空間都 OK 啊。咁而家出翻嚟客飯廳啦，咁大家見到啦，空間感十足，同埋客廳同飯廳區分得好清楚。咁亦仲有個對流窗添。而家先帶大家睇睇個景觀先啦。個景觀極度開揚嘅。好，翻入呢個屋入邊就睇一睇啦。嗱，客廳同飯廳區分得好清楚，同埋好充足嘅地方空間。而家帶大家去睇個房間先。咁啊，客房啦，相對嚟講，一個雙人床都夠擺嘅，而另一間客房都一樣啦。好，而家進入個主人房啦。咁主人房亦都有隻對流窗添，咁個空間都好大嘅，景觀都開揚。最後帶大家睇個浴室啦。個浴室係保留返浴缸嘅設計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可以聯絡我 William 啊。